嘉义的梅山顶礼拜五落冰角落10外分钟，本地想讲时间无长，对高山的地形未有伤大影响。想袂到2、3天后去查看，破晓长心，这个地心甲地米拢去拍害了了。现4、5月啊，就要免这个村仔地咯。地龙初步来评估，影响的面积是20公顷，损失将近2000万。叮叮当当落无停，3月27日下晡，嘉义县梅山乡方面过境，加上对流云发展旺盛，向阳山落冰角，这款基建维持10外分。甲1箍银的银角啊，差不多，就降伫汽车钣金顶面，嘛降伫高山地方。这规拢破到安尼，拍到无效。原本以为落的时间无长，应该袂造成损害，想袂到过2天查看，这叶啊甲地心拢害去。断心啊！你看断心啊啦，破叶断心啦，破到脆糊糊啦，非常的严重啊！这对村仔地吼影响真大啦。原来是村地采收的季节，煞去拄着冰角的破坏。较严重的面积应该是差不多有伫20公顷，村仔地影响是真大啦，生长会较歹啊。下冰跑了，哦，很大颗。民众看到咧落冰角啊，感觉真神奇，赶紧摕卡米拉出来翕，但是这农民真无奈，损失惨重，拢笑袂出来。